后来囡仔爱顾，台中一个误会囡仔，甲一台7头米的铁车甲吞落腹咯。医师来提醒，6岁以下幼童上个摕物件踢喙孔乌白吞，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。5岁囡仔看到小铁车，佮有淡薄惊吓，因为进前甲车放入去喙内底，结果无小心就吞落去。在我下面滚一滚这样子，突然跳起来，然后跟我说：“爸，吞了。”细台车差不多3公分长，但是好咧加载无尖尖的部分，医师希望会当自然地甲排出来。但是过1礼拜了后，车佮掉入胃内底，只好用胃镜甲摕出来。在肠胃道里面，那有吃的东西，它随肠胃道这样移动。如果它移到某个地方，刚好把一段肠子黏膜夹住了，它只要吸住了，大概很难靠肠子蠕动的力量把它分开。医师提醒讲，家长一般拢是较注意红婴仔有乱食物件无，但是其实6岁以下幼囡仔嘛，常常会发生这款的意外，亲像菱角啊、金珠啊，这较细的物件，家长上好是莫摕互囡仔耍。